物理急救站今次要講嘅係個 projectile motion 啦。拋體運動當中啲學生經常計錯數，其實得一個原因嘅啫。佢哋嘅死因都係因為將打橫同埋打直嘅數字撈埋一齊去計，咁就出晒事啦。所以跟開我嘅同學仔一定知道，我會教大家畫一個 table 㗎，就係 x y a u s， 填翻我啲6個窿窿6嚿腹肌，最後尾唔使背啲咩公式嘅，一式走天涯 S 等於 ut 加2份 at square， 你就能夠計到你要嘅答案㗎啦。當然第一步要計咩呢？一定係計時間嘅，有時間就直接用啫，冇時間就揾咗個時間出嚟先，你就會發現到剩低嗰個數據咧就非常之簡單，用翻同一條式可以做得到噶啦。咁但係當然你會問我就係、咦咁係咪真係唔係任何時間都係 x y a u s 咧？咁啊唔一定喎，有80%時間會用到佢嘅啫，但係有20%會計咩咧？例如問 maximum height 最大高度，最大高度嘅話用翻 v square 減 u square 等於以 a s 去考慮就已經足夠噶啦。第二樣嘢就係計 final speed 最後速率 ，final speed 通常都會建議大家用翻 energy 去到做嘅，但係當你山窮水又盡嘅時候咧，最終不妨都考慮下 x y a u s 去計翻你想要嗰個數據出嚟啦。最後一題就係小心正負啊，向邊行先，向邊為正，所以小心個 G 9.81同埋個 S Y 啊，打直個 S 到底使唔使代正代負嘅咧，都要自己留意一下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